大家好，張木頭房地產經紀小林啊，今日介紹俾大家嘅係一個綠茵豪庭啊，喺火車站隔離呢個小區啊，睇到我哋嗰個休閒酒店咧，步行過嚟大概都係3到5分鐘一個路程，係非常之近嘅一個小區。而且我哋呢度綠化咧，見到嘅全部都係小區內嘅一個配套啊。呢個小區帶有會所，有一個露天泳池，同埋我哋嘅羽毛球場同埋壁球館都有齊全啊。而家2樓咧係營業緊一個跳舞廳嘅。所以整體咧配套比較方便啲，而且我哋去火車站真係好舒服、好近。而家睇睇呢個單位咧係82個平方房產證面積，然後呢個整體係一個南北通透2個露台嘅戶型嚟㗎。而家你眼見嘅呢啲裝修咧都係我哋之前開發商一手交樓標準啊，係質量 OK 㗎，所以用咗咁多耐咧，成個小區係比較少去重新裝修嘅，因為呢個係比較襟睇少少。而家睇睇我呢邊南向嘅露台咧，係對住我哋一個山景，所以整體個環境配套係非常之安靜嘅呢個單位。呢個南向嘅2個雙露台係比較舒服，因為南北通透好通風，效果 OK 嘅。嚟睇睇我哋呢邊入門口位置啊，呢個過道咧基本上係好多業主都會做一個整面嘅儲物空間，放酒啊、放鞋啊、放櫃都有㗎，即係你要利用上嚟。而家我哋呢個廚房空間位置咧，嗱呢啲眼見嘅都係一個開發商嗰邊嘅裝修，整體係保養之 OK 嘅。因為而家業主咧都係香港人，因為比較早期過嚟攞低嘅，而家啲基本上都冇點樣洗嚇，保養係非常之靚仔。又睇睇我哋呢個主人房位置，因為整體房間正面積係82個平方。睇翻呢邊呢個主人房，而家係放住1.5米嘅一個床㗎嚇，整體入邊房間係木地板，又整體冇漏水冇滲水。而且呢邊一個窗台位置咧，係望住我哋山景嘅，望山景非常之安靜啊！如果呢個小區住，最緊要呢個出晒名嘅一個管理係軍事化管理，係非常之好啊管理。而家睇我哋呢邊廁所空間係做咗一個乾濕分離位置嚇，自己加嘅，整體一個效果咧就冇得彈啦。而家我哋呢個小區電梯大2房係做咗呢個82萬可以上車。80零個就可以 OK， 咁當然啦，你有興趣可以再傾嚇。而且我哋呢個客房咧係帶飄窗位置，咁客窗相對主人房肯定差咗少少啦。咁但係呢個我哋最緊要呢個賣點咧係一個南北通透，同埋一個小區位置咧係喺火車站隔離嚇，非常之靚仔嘅個地理位置。而且我哋去中心市場或者係去買購物啦、天和啊都係非常之近嘅。而家呢個 total 咧搞掂係80零個，有興趣你哋睇睇現樓。